妈，谁？这吓到了。拍头。你得动开啊你，给我穿多钱啊？很喘啊。社工没来吗？哦，这个会议社工可以不用参加。那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珊珊，今天早上从急诊送来躁期巅峰。看起来具有前途嘅精神科醫生李天碩，督導嘅護理師黃碧秋，冇法度面對頭擺所做嘅唔錯嘅事情。事業唔順遂嘅個數覺得好，有地位拋離行為，還有陸下佢有好嘅명風林地。來看事業演員用嚟用演技引起風暴。是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以外，他在他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算是隐疾吧，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个伤口，就是因为他家里的关系，他妹妹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挑战的一个角色，因为除了要演一个精神科医师以外，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一个心理医师他每天咨询那么多病人。但是他其实他的心理是有缺陷，是有伤口的，这是一个很冲突的一个角色，但是同时也很吸引人。听到有些情绪不好，坚持先说蛮平稳的，那就好。坐对，哈，乖哈乖。你们看，他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做医生嘅時間當專業，不過呢，佢遇到一家嘅事情嘅時間，佢就會變到懂事、懂煩惱，用個啥，你就會看到也個醫生佢沒有佢心理愛處理嘅問題。有時候也個角色呢，就要分做兩片，有佢專業嘅所在，還有一個有秘密嘅所在。也就是方琦對新藥出現過敏反應，全身紅腫發癢，我先替他冰敷了。过敏？不可能啊！明明是相同成分，生命迹象呢？还在正常範圍。先繼續觀察，如果急事馬上要走，如果狀況沒有緩解，隨時聯絡。過敏不是小事哎。我有急事。醫院有什麼事情比病人還急？如果是用我的角度的話，我覺得它是一個，其實它是一個很多人在這個社會中的一面鏡子。你如果長時間在外面工作，你可能就沒有辦法陪到家人。有時候，譬如說，你為了要賺錢養家，你必須放棄你的夢想。等一下，就是跟李天使一樣，他因為家庭他妹妹的這個關係，所以他必須放棄他的夢想，到一個小的鄉鎮去醫院工作。我愛，又冇愛過可以上班。你有做對唔上班哦？難怪。你哋屋企唔好安尼好無？嚟到呢度，翻到按寫嘅遺言，當你盡量做下班，有閒就ผิด很娘誒。嗰個錢哦，幫我簽飯，係錢腦嗰個誒。我本身我的经历有一点点跟李天使医师有点像，就是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在诠释天使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还算蛮驾轻就熟。好开心你，开心。講乜㗎？攞再來咯！你講乜㗎？攞再來咯！一个女生因为受到了生活上的打击，她逃避某些事情，放弃了原本的舒适圈，到了一个遥远的疗养中心工作，发生了一些事情。
哎呦，我讲，他拿了我的手机。手机有没有坏掉嘛？坏掉我陪你就好了啊，你不用那么大声，他又没有聋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事？因为佢头先有遇到嘅感情嘅问题，佢遇到伊嘅男朋友嘅情绪无嘅问题，故所就咧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嘅用事呢嘅可能，因为佢自家係医护人员，佢做得拿到药嘅，佢自家要开始食嘅就是稳定情绪嘅药嘅，佢自家啲食太多，就有上瘾的问题。你在做什么？谁叫你贴的？你在做什么？谁叫你贴的？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好看。我那时候跟副导还有导演，我们把这个东西切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到底是在哪一集到哪一集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药物滥用的状态；到第几集到第几集的时候，他其实是处在他戒断的症状。这个灰色地带包含了他同一天他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事件，或者他在外面碰到的事件，引发到他回到他自己房间、他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出来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王碧秋的房间就是他的心脏，他内心真正的想法，他的臆想世界。王碧秋这个症状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紧连着这个人物角色的性格而产生出来的状态。它的基本状态其实就是抖嘛，抖的基本状态之下，其实它还包含了他受过什么样的刺激，引发他在药物滥用跟戒断之间，他表现出来的那些情绪。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仇视，有的时候会变成惧怕，很多状态会包含在里面。这样。哎，玉秋，你帮我看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留言可不可以？要不要再加什么？就是比较专业、比较 professional 的那种。差不多啊。这是什么啊？一定是有别的女人。一定是有别的女人，因为那个女孩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她真的对她非常非常的好。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走掉，你是有什么问题吗？其实碧秋一开始在这间医院面对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防护面具在她的面前，就是她一直其实不敢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思、想法告诉给很多人，甚至他跟天使他有很多的互动，因为毕竟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一定会有很多交流。可是其实到很中间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打开心房。他为了要去抚平或者去弥补他在生活上、在感情上的一些他觉得不理想的状况，他反而用一种过于坚强、过于乐观、过于正面、过于没关系这3个字去盖，然后盖到后来。没有办法，就会造成后面一系列剧情的发生。这样，这种时候到底要延续多久？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现在就是属于他躁起发作的时候。他平时就是会。当男生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这么成功，开始会有一点自卑。这时候2个人的关系开始失衡，然后这样子的危险关系开始存在，所以以至于郭德浩对他不管是语言暴力或者是肢体暴力，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你现在不得志。刚做的几个哥哥，你的最爱郭德浩的唱片呢？靠，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好吗？现在谁要听他的歌啊？啊，你不是最喜欢他？那是小时候啊。所以我在看郭德浩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很简单，我先回去翻我以前的照片，
跟翻我以前的影片，我去看，然后再对到剧本，慢慢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去思考，因为它就是你的生活嘛。我觉得特别是在于他的自信跟压抑的那一块，我个人是感受蛮深的。你搞什么东西啊？这种曲风的东西，你编这种和弦，拜托一下吧。我歌是要拿来卖的。我觉得导演跟郎姐选我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有大概50%的背景跟郭德浩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个人也是参加选秀比赛出来的，所以他的那些痛苦、自尊、压力，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给我你，就会触碰你的。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谢谢。那我跟林立的10场戏里面，大概有8场半都在吵架，然后1场半打架的。他可能会跟林立说：“你就走，就不要再回来啦。我走嘛，我不需要你。”就是他会去很刻意的去激那个林立。我觉得那种又爱又恨的感觉。我记得有一场印象很深刻，就是林立突然就是原本很生气，下一场突然他就变成了好夫妻的感觉，帮我煮菜啊，干嘛干嘛。我从外面回来，因为很生气嘛，一回来看到他第一眼，想说，奇怪，他怎么没有发飙？那心里很可怕。小外甥，他就冇事。就是那个歌迷那个老街吵架之后，大概观众看了半个小时的戏。你一坐下来，拿起自己的酒杯，不喝我喝。我真的有为林立他的故事而落泪，因为他前面的时候真的很坏，很讨人厌，他就是很毁灭的角色，很像一个台风一样，他周遭所有一切都要被他卷进去。郭德浩跟他是最贴近的人，他被他情绪搞得是最抓狂的一位，他自己本身都是这样子，情绪一下好一下坏，大起大落的。你有力不把他点啊？够够嘞，给迄杜后赌都的歌迷听听，你做嘛呢啊？该唔黑凶就黑凶啊，苏不用奈啊。就会一张合照的 pose，OK？ 你没清楚呢，你迄顶还不卡，生还用哎，你还管掉一顶吗？我在自己看到林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这么可恨，他到底有什么可怜的地方？直到收到后面的剧本的时候，才编剧有让我找到理由，然后也我自己在前面的在饰演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包括在做功课的时候也有感受到，所以最后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结局的部分，我是真的有为他落泪，然后也真的想到说，哇，原来他心里有这么大的一个缺口啊，难怪他需要这么多的爱来填补、来弥补。有一个女孩，她很爱一个男孩。他为了他，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那个男孩都不知道那个女孩有多爱他。那时候是真的演的时候是觉得是过瘾的，可是老实说，到后来真的实际要拍摄演戏里面，林立真的正式直播那一场戏的时候，我那时候老实说有点压力，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才刚开拍，可能1个礼拜吧。然后那天郎姐也在，郎姐是我们的戏剧指导，所以一方面其实很期待，因为我很想看郎姐就是这样的表演前辈会怎么样指导，但一方面也很大的压力。
吓到了。方琦，你应该知道病房的规定是不能收病友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亚总卡存冇几多钱，就本地呀，分享还美德呢。亚唔系钱嘅问题，这是病房规定。钱就唔啲讲，上班工作唔得，例行上去工作得。啊，算了，我相关，等下医生来，来让问。老经验的龙珠园，除了替喜地度做一对鬼迷心嘅邓妈妈，由于来做喜剧指导，规出戏咩变啊韩国神法的。郎姐就是因为我跟郎姐合作过第2次戏，然后这一次合作的比较少，但是这一次的火花比较好玩，就是因为郎姐是一个真的是亦师亦友，就是当然她郎姐在戏剧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前辈，然后但是她私底下又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严肃的感觉。在大量的情绪戏里面来说，会被局限在可能我们既定的印象或者是状况里面。你住哪里啊？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好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撸郎姐，然后我就说郎姐，那可以怎么样？这到底就对才可以怎么样？然后就跟她讲得很巨细靡遗这样。你啊，你个气场真灵动哦，我来改一下。富士小姐，虽然讲我心痒哦，不过吼，你下那个气场，我正经来改一下。哦。邓妈妈，安静就好嘞。牙齿头有较好嘞。那蹼带都冇啦，天公爷拿2种过来。还有冇跌到的？有呢。胡炎天的后日的讲的是到3年新冠度的松肥，为做出角色清晰的过程当中，演员没遇到的许多的挑战。太难了啦！语言方面是我遇到最大的一个难题。这部戏我演医师，然后他是一个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所以他必须要在跟病患对谈的时候是有非常流利的客语去。那客语是一个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语言，呈现最好的给观众以外如果会讲客家话的人听到我们的客语，希望是觉得是讲得不错的这样子。李先生，然后嘅问题应该冇一睇。也当然讲，那也还蛮可听佢嘅精神状况，韩国有自杀倾向，我特别注意。各个病患他们在症状上面的一些处理方式，以及对于王碧球本身的一些症状发生的时候的一些状况，这些比较专业的医学层面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的。你去看医生好不？干嘛开？你心眼就拿来帮我太太好不？就是因为这个角色他其实情绪起伏比较大，他又有很多可能突然就怎么突然转速就拉很高，你知道吗？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情绪我想要 hold 住这个情绪的话，我自己习惯我会把一些角色的情绪带到生活里面。我一年都要比天来。你要母气讲，你这么高爱做这条事情啊？王碧秋值得吗？
像我演的角色是这么毁灭性的角色，我到底最后可以编剧或是导演或是我自己可以给他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大家可以理解他、接受他，然后甚至从中可以得到觉得比较正向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林医师。没办法了解。每一天嘅后面呢，虽然讲嘅係心理也係精神嘅問題，不過呢，因為佢係戲劇有所，佢有眾多嘅好看嘅劇情出地度，有愛情，有親情，咩有動荒謬嘅過程，從呢個戲劇地度看到自家係乜嘅樣嘅，你看到自家嘅一啲嘅樣嘅。適合大家全家평下來看嘅一個戲劇，命沒當好啊！就算有明天，一定會等到後面的。誰叫你貼的？你在前醫院偷拿嗎啡的事情，這裡該不會也不知道吧？啊？家己講出來。當然，當痛。不過也可能係一個出口啊。